Hello，今次呢條片呢，會想同大家介紹翻概率呢樣嘢啊。咁概率呢，其實即係機會率啊。咁其實即係講緊一件事情發生嘅可能性嘅大小係幾多。咁概率嗰條公式呢，就係所有可能性嘅數目分之符合條件嘅嗰個數目到底係有幾多個。咁睇完啲例子，其實好快就會明㗎啦。嗱，例如呢度啦，而家喺上面隨機抽出一張卡，上面呢度我哋有1號、1號、2號、2號、2號同3號嘅卡啦。咁我哋而家就喺度隨機抽出一張卡。咁 A 題 P 括號抽出1號，嗱，咁我哋要識得睇啦。P 括號抽出1號咧，其實即係代表抽出1號呢一件事情發生嘅概率，係啦。P 咧係代表概率咁解。OK，咁我哋又睇翻啦。概率嗰條公式係咩啊？概率嗰條公式首先分母就係所有可能性嘅數目啦嘛。咁而家我哋所有可能性有幾多張卡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，我哋有6張卡，所以分母係6。咁而家我哋抽出1號啦嘛，咁抽出1號嘅話有幾多張1號啊？分子係符合條件嘅數目，咁符合條件嘅數目有1張、2張，所以分子就係2啦。所以我哋抽 P 括號抽出1號，即係我哋抽出1號嘅概率，咁就係6張當中嘅2張，所以就係6分之2。咁分數嚟㗎嘛，記得要約減喎。就等於3分之1啦，咁啦。好 B 題 P 括號抽出不是3號，即係抽出不是3號嘅概率。好，咁又等於幾分之幾咧？首先分母，我哋所有可能性嘅數目，我哋總共有6張卡，所以分母係6。咁我哋有幾多張卡不是3㗎？1、2、3、4、5，我哋有5張卡都不是3嘅，所以分子就係5啦。咁所以我哋6張當中有5張不是3，咁所以抽出不是3嘅概率咧就係6分之5啦。OK， 好 C 題抽出99嘅概率，嗱，抽出99嘅概率，咁寫個分母先，我哋喺6張卡入面抽啦嘛，分母係6啦。咁我哋有幾多張係99啊？我哋全部都冇一張係99喎，咁所以6分之0，咁就係0啦。嗱，咁如果一件事不可能發生，例如抽出99呢件事係不可能發生噶嘛，咁嗰個概率咧就係0啦。不可能發生嘅話，個概率就係0。OK， 好。D 呢題，如果抽出一個係正整數嘅話，咁個概率又係幾多咧？好，首先6張卡，所以分母係6啊，喺6張卡入面抽。咁我哋發覺1、1、2、2、2、3全部都係正嘅整數嚟嘅喎，咁所以符合條件嘅數目都係6。6分之6即係1。OK， 咁所以如果概率係1嘅話咧，咁就代表呢件事係必然發生嘅。必然發生，係啦，即係咁啦。咁經過呢題例題，希望大家都明多少少啦。好，再睇多條例題。3A 班入面有20個男仔，有18個女仔。而家係3A 班入面隨機抽出一個學生，咁抽出一個男生嘅概率。嗱，咁係3A 班入面隨機抽出一個學生啊嘛。咁所以我哋填入分母先啊！我哋總共即係有幾多個學生，係幾多個學生入面抽啊？咁我哋 3A 班總共就有20個男仔加18個女仔，所以我哋個分母咧就係全班嘅人數啦。因為我哋而家喺全班入面抽啊嘛。咁分子就係符合條件嘅數目。咁我而家要抽出男仔啊嘛。咁我哋有幾多個可以揀啊？20個，所以20個啦。咁所以我哋呢個概率計翻就係38分之20，
約簡即係19%啦。OK，因為我哋而家係總共喺20+18咁多個學生入面，係啦，係有20個都係符合呢個條件嘅，即係男仔，所以咧條數就係咁計啦。好，再睇多題啦。Free B 班有30個人，係啦，咁當中12個係紅寫嘅，10個係黃寫嘅，其餘嘅都係綠寫。OK， 咁而家隨機抽出一位 Free B 班嘅同學。A 呢題 P 抽出黃寫或者紅寫啦，紅寫或黃寫，即係抽出紅寫或者黃寫嘅概率係幾多？咁我哋而家總共係幾多個人入面抽啊？總共喺30個人入面抽啦嘛。Free B 班有30個人啊嘛。咁抽出紅寫或者黃寫都得㗎喎。咁所以其實紅寫有12個係符合條件嘅，黃寫有10個都符合條件嘅。咁所以計翻個概率就係30%22，即係15%11啦。好 B 題，好，抽出綠寫嘅概率又係幾多咧？咁我哋總共係30個人入面抽啦。咁有幾多個綠寫啊？題目冇講喎。但係我哋30個人入面12個紅寫，10個黃寫，其餘都係綠寫。咁我哋應該識得計有幾多個綠寫噶嘛？就係30減12減10啦。所以咧即係30%8。咁約減翻有15%4。好 C 呢題，抽出白寫嘅概率。咁我哋而家 Free Boy 班冇人係白寫噶嘛，得紅寫、黃寫同綠寫，冇人係白寫噶喎。咁呢件事冇可能發生，概率係0。好 D 嗰題，抽出嗰個人係 Free Boy 班嘅同學。咁而家我隨機抽出一位 Free Boy 嘅同學，咁抽出嚟嘅當然就係 Free Boy 班嘅同學啦。咁一定係噶嘛，所以個概率就係1啦。OK。所以總結概率咧，嗰條式就係所有可能性嘅數目分之符合條件嘅數目。咁如果嗰件事件係必然發生嘅事件咧，咁 P 括號必然事件，即係呢件必然事件發生嘅概率一定發生嘅就係1。咁而 P 不可能事件，即係不可能出現嘅事件啦，發生嘅概率就係0啦。咁咯。好，最後呢條練習，咁大家可以停一停嗰條片，就計一計先，計完之後再繼續播條片對下答案。好，3粒藍色、2粒紅色、5粒黑色波，隨機抽出1粒，抽出紅色嘅概率係幾多啊？我哋個箱入面總共有幾多粒啊？總共有3加2加5咁多粒波，咁紅色有2粒，所以個概率就係2/10，喺10粒入面有2粒係紅色啊嘛，咁就即係1/5。然後抽出不是藍色嘅概率，分母我哋總共係有10粒波啊嘛，咁10粒入面有幾多粒不是藍色啊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，2粒紅色同埋5粒黑色都不是藍色噶嘛，咁所以就係7/10啦。好 C 題，抽出白色波嘅概率。都冇白色波，冇可能發生，所以係0。好，咁今條片就去到呢度啊，希望幫到大家。有咩問題嘅話咧，都可以再問翻我嘅。咁就去到呢度先，記得 like、comment、share 同埋 subscribe 翻我嘅 channel 啦。好，咁就拜拜。